后来，过来是汉光39号的演习，今仔日进入到第4天的重头戏。国军伫北里的海部进行联合反定律作战的演练，结合着直升机空中支援火力，消灭敌人。总统蔡英文嘛穿着规套的迷彩衫，到台北港来示导。 摆渡地雷20台两车突击车出现伫北里海沙坡，扮演敌军箭头的陆战队，拍什么建立基地，因为受到各种障碍物的限制，特别转到国军预设的战场方向。1000尺量至。发射烟雾群干扰敌军的红外线，守备部队除了伫战壕内以基情接战，三化兵群放白色烟雾，暗号分把驾车甲战车。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为空中火力支援模拟炸射敌军，国军39号士兵演练伫北里海沙坡实施联合反定律的作战操演。 不过，由于杜苏芮台风暴风圈的影响，因此演习原先规划好的海上兵力以及空军战机的科目呢，只好被迫取消。连续2天伫北里海坡操演，因为这是强军克服定律的红色沙坡之一，加附近的台北港、加淡水河口被当作是重要的第3港。我们研判敌人很可能会透过巴黎海滩突击上路。另外就是台北港的部分利用这个陆战的兵力夺取台北港之后，作为一个行政下卸的一个基地，借由这些工事跟主角的设施，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来成功的防御这一次的这个敌人的一个入侵。任内最后一摆汉光演习，总统蔡英文同款无缺席，请迷彩服亲身去台北港。这次的演习让国人也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。未来我们面对的威胁和挑战会越来越复杂。 我们要预先设想复合式威胁的处境，拟定相关的计划，并且加强演练。蔡总统嘛表示讲，这摆演习参考俄罗斯加乌克兰战争的经验，结合民防、警消加后备军人加常备部队共同作战，就是要提升国土防卫能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